讲到轰动社会开这个案件，除了这姓刘的林某姊妹啊，也佫有一个自动福利联盟姓陈的社工互起诉，今仔日是搁再开庭审理。即届有团这台北市社会局的科长来作证，甲焦点放伫咧相关的轰炸规定。不过，这则案件也表出讲，顶一届作证捌协助访视的文山寄托中心姓林的访视员涉嫌伪造轰炸记录日期。科长今仔日也证实讲，已经将专案函送检方侦办。 无得插发现外口抗议的声音，二号联名姓陈的社工在亲友的陪同之下，行正紧入去法院，但是看到伊出现，互现场的人是规百伙。在开案姓刘的年某姊妹啊，二审维持谈判了后，即么焦点转向二名的社工，外界拢在看涉嫌轰炸失职的伊，出庭受审的所有言行。 很不可思议，既然做错事情认罪不就好了吗？干嘛要这样？希望司法正能够公平。这摆开庭的重点是放伫证人的结问，因为姓陈的社工辩讲伊家己毋是主职的社工，主张督导责任伫文山寄托中心。但是到庭的台北市社会局的科长作证，讲年某是私底下含二名在联络凯出用的代志，但是嘛补充说明，共款有派人去定期访视，即么专案阁烧出案外案。顶摆有作证讲帮助访视的文山寄托中心的姓林的访视员，洪指控讲涉嫌伪造轰炸记录的日期。科长伫法庭证实，已经甲专案函送检方来侦办。因为社工才是罪魁祸首，他是导致凯死亡的主谋之一，他是凶手之一。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话，凯不会死。任何一个只要尽职正常的社工，都可以把凯随时救出来的。在法庭顶悬的另外一个焦点是社工的律师质疑讲，并无强制要求独实访视，但是社会局的科长强调讲，以台北市来讲，访视都是袂当提前先约好。这么专案来到审理的尾段，各界拢密切关注一审会安怎来宣判。记者综合报道。